有讲有个上天所知影，毋免咱大家甲伊讲，上天做清楚的。安尼来理解哦。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理解很多事情，只要天心做工课，一切拢是圆满。好，我做一个比例啦吼，一届阮去上山，咱对台北、对新庄咧开车去上山来成全。这个车的路程，开车的路程差不多爱40分至50分。阮一日到暗做差不多7、8吼，要去成全。那么呢，迄个司机开车，迄个司机是一个计程车，伊是一个少年的啦，一年轻就是20几岁少年的嘛，伊带阮要去成全嘛。边仔坐一位老菩萨，迄个老菩萨是一个计程车司机。咱敢知影即摆少年开车无咧认路呢？即摆少年开车拢用啥物？你敢知？用古阿姨啊，迄个网络嘛，用手机来看路，安尼无咧认路啦，用手机来看路啦。你也无去出来电话，因为伊毋知伊讲爱查手机啊，才知影出来电话啦，无会记啦吼。所以咧开车拢用手机来看路。边仔这个老菩萨，伊是开计程车的啊，台北路伊是较头啊。伊讲你照我的行就好啊，迄毋免用手机啊，无论我比即台手机啊搁较准啊。伊就安尼讲啊。少年人讲，有哪会前尾车，因为即摆台北的路吼，改来改去，改来改去吼，迄路甲你以前吼无啥共款啊，我照这个路行就好啊啦。毋过这前尾车伊坚持，因为我计程车司机嘛，迄路逐条我目睭开开嘛拢会开嘛。伊是安尼讲啦，无错，互我目睭开开，我嘛毋敢互伊知啦吼。伊就讲我目睭开开，我嘛会开啦。到尾我为着尊重前辈者，莫踮咧车顶吼，安尼感觉无讲少年诶。前辈这意思，照伊路就好啊。哎呀，我就安尼甲这少年来讲啊，伊讲吼好啦，就好学讲啊嘛吼，然后学讲是讲好啦。到尾嘛照这前辈这咯。过这前辈这，伊做变成司机是20年前，故意一个啊，伊迄路变来变去吼，咱知台北路变来变去。行到倒倒开车，行到倒倒开车啦，40分钟几点半钟仔到？你敢了解？40分几点半钟仔到？规迄个司机，迄个少年司机吼，本来搁有一点仔修养，到尾迄个面吼，就小可无啥欢喜咯。因为伊讲，我这电脑会甲咱讲，倒一条开车袂使去嘛，拢无爱听电脑的，拢要用家己的意思，伊就安尼讲嘛。可是，在那个当下，阮后壁前几只大家拢做有智慧，讲少年的无要紧啊。咱嘛难得有机会共车坐1点半钟，甲你开讲啊！咱这嘛是诚好的缘分啊！咱行佚佗，当做佚佗游览袂生气啦！敢了解互我的意思？这少年就笑笑，前辈只就拢安尼讲啊！伊讲少年吼，你足乖呢，拢家学咯，你足乖呢，安尼甲阮载啊，你讲对啊，你家己高正，家己讲，讲到大家一团和气呢。这前辈只虽然伊报咯，伊毋知，不过伊嘛甲阮安尼大家咧开讲咧讲。一切都是怎样？天心，对不？安尼敢有圆满，敢有圆计？无嘛。毋过人心就是安怎？你拢毋听我的，拢要